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全心全意在乎自己、始终如一爱自己的人，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得偿所愿。你遇见的人不是都是对的人。有人在感情中跌跌撞撞，有人在婚姻里遍体鳞伤，有人等你攒够了失望离开，有人耗尽你的耐心转身。不是每个人都是足够幸运，能及时找到真心爱自己的人。若你遇见这几种人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切莫错过良缘。你的好要留给理解你的人。每个人都渴望被理解，付出的热情需要被理解，心底的担忧需要被理解。只有从心底理解你的人，才能将你的付出看在眼里。懂你的人不必解释，不懂你的人何必解释？一个人从心底认可你的人，才配得上你的好。你的好要留给在乎你的人。这一路有形形色色的人，社会复杂，人心叵测，花言巧语的人很多，真正在乎你的人少之又少。不爱你的人总嫌你付出的太少，在乎你的人总默默心疼你的难处，珍惜你的付出。你的好要留给肯为你付出的人。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只有双向付出才能长久。若只有你一人单方向付出，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让这段感情走到最后。感情最怕一腔热情换来对方的满不在乎，只有肯为你付出的人才值得你真心对待。这个世上真心对你好的人，遇到一个便少一个。茫茫人海中，缘分只在一瞬间，只有你情深似海，才能换来深情相许。只有你真心对别人，才会换来别人的似其所有的真情。所以别轻易伤害对你好的人。